G-Dragon 最近在节目中罕见地谈到了2023年那场轰动一时的吸毒疑云，坦言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章。主持人孙时熙提到 GD 新歌 Power 的 MV 似乎带有强烈的控诉意味， GD 也大方承认确实有想传达的讯息，因为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前一年，自己被卷入了一场事件，当时警方仅凭夜店经理的指证就展开调查，不料调查内容被外泄，掀起了巨大的舆论风暴。即便 GD 进行了无数次的药物检测，结果全部都是阴性，案件最终也撤销了，但他的声誉仍受到损害。 GD 表示当时自己无处诉说感受，因此选择沉默，也不想开记者会喊冤，因为觉得那没有意义，甚至一度萌生了退休的念头，怀疑自己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。最后他还是选择透过音乐来疗愈自己，也重新开始创作，把那些经历写进歌里，而 Power 对他来说就是重生的力量。